只是我心中自从有了宝琴，便好像人生又有了愿景，很觉得有些欢喜。没结果，也欢喜。尤其在时时体味着宝琴与平儿这两个冤家，他俩那种生死相随的爱恋之事。你体会着他人的相恋之情，好像见到了当年的你我。那又能如何？一心一意，希望宝琴和平儿能够携手一生，白头到老，不要像你我一样，虽然青梅竹马，却是始乱终弃。其实，你确实帮了他们，还拉上了你，一起帮他们。若兰，我不说，你不会知道。这1年多来，千方百计成全他们的恋情，几乎成为我生活的全部。你方才说了，这样做你很高兴。我不会容忍任何人拆散他们。晴儿也总算是逃出来了。她和林姑娘在你的家里，就如同在我的家里一样，会是很安全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和枕霞商议了，明日呢，我们给秦二爷一家接风洗尘，你也过来吧。我怕是不能。你还是要走。请你告诉宝琴和平儿，从今往后，就把我家当成他们自己的家。你该自己跟他们讲。会的，我也会跟他们说。季雨，难不成你我曾经的种种过往，在你的心里，难道就没有了丝毫念想？那又如何可能？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这里的一切，都因为曾经有过那些往事，会永远留存在我心里。可你今日约我到这里，却是为了安慰我。其实是想告诉你，你不欠我什么。是我欠你的。还是互不相欠的好。反倒是各自保存些念想，时时回味着，心里头总有一丝温馨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不知你今晚想到了什么？说了，你也不信。我想到的是你家迎接督府驾临时响起的冲炮声。陈大人，您好，您好。你看，你看，
你竟然想到的是冲炮？官家才有资格放炮，我家虽说是商贾豪门，却没资格。所以，你就让我偷了一枚炮弹给你。又是少年纨绔，越是没有，偏偏要有。拿到了吗？你看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不给，快点给我！好吧，接着。现在想来，当年我也真是个衙内少爷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又不懂事。若是那炮弹炸了，炸伤了你，可怎么得了？那也就不必经历如此孽缘，倒也省心。那枚炮弹还在吗？亏你今日又想起它来。若是还放在那里，得赶紧处置了。我如今知道炮弹也有个老化的时候，若是过期就不保险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好生处置掉它。来，请。哎，请吧。夫人，好，来，这边请。坐坐坐，快坐吧。好。来，爹，娘，我去迎一下宝琴。啊，你快去吧。贝勒爷，等一下，我家姑娘和秦二爷还没来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派人去叫了，你再等等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蓝少爷、蓝少奶奶，不好了，我家姑娘不见了。你家姑娘不见了，这我知道，你先别慌。我问你，秦二爷和林姑娘呢？秦二爷和林姑娘早就走了。走了？他们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倒是给我家姑娘留了封信。你是说，启玉也没有见到秦二爷和林姑娘？是，昨晚我家姑娘回到家，不见秦二爷和林姑娘，她看上去很伤心，说了句忍心不忍心什么的，就让在绿玉厅摆下酒席，请蓝少爷过来晤谈。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。我不知道。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明摆着，为了救这个珍宝琴，林姑娘陪着秦二爷去投案了。启玉知道了，连夜追了过去。天哪，他们怎么这么傻呀？贝勒爷，救救我家姑娘和秦二爷！你先别着急，救我是一定要救的。沈霞，你听我说，我这就带着镖局的人过去，但愿还来得及。这里的事情你先操持起来，不要声张，等我回来。我知道，那你赶快去吧。这件事儿能紧一步便快一步。贝勒爷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走。走走走。啊，夫人，请用茶。等会儿。好，夫人，请。夫人呐，不知海宁的气候您可习惯？挺好。爹娘，儿媳有话说。啊，你说。皇上刚刚来了旨意，要若兰带皇上去海神庙礼敬海神。秦二爷、林姑娘听说了，也要跟着去。若兰说，若是代天礼庙，必要先有一番布置，这肯定要花不少功夫，所以就让儿媳先回来禀告爹娘，说不必再等她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就不等了。霞儿啊，你也坐吧。是。这京师四大家族原是4姓一家亲呢，如今呢，
霞儿已成了我们陈家的媳妇，那就是5姓一家亲喽。对，来，先饮下这盏酒，为赵夫人莅临海宁，接风洗尘。来，谢陈阁老。英格尔姑娘，你可会骑马？会，我会。给英格尔姑娘也备马。陈大人，陈大人，陈大人，皇上让你来的吗？是，一道圣旨，一封密函，皇上要备旨，全都交给陈大人。您看，皇上这讯息来得太晚了。海大人，你也跟着我，大约还来得及。走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咬他，让他死！大人，卑职有句话不得不说。我还没封住你的嘴呢！饶命啊！卑职反复思量，这个赵宝琴，她还真是个假的。你才看出来？大人早就看出来了。我不是看出来的，本金汤是算出来的。大人真是神机妙算。他若真是那个秦二爷，他早就会来了。我那个女弟子，她早就会来了。但她没来，说明他不管他的死活，因为他是个假的。这个秦二爷既然是假的，那就不该再对他用刑。大人应该给些抚恤，放了他。胡说！他既欺骗了本京堂，便犯有诈骗之罪。人始终辩白自己的身份，说我不是赵宝琴，所以他从来没有欺蒙过大人，如何定他诈骗之罪？放肆！本京堂如何定罪？不是罪囚说了算，而是本京堂说了算。那是。清谈大人，赵宝琴临平民求见。他们两个是一起来的吗？是，成双成对。大人，你看见了吗？真的来了，我是假的，你快把我放了吧！把他们两个带进来。把他们带进来。别慌了，都住手！停下，快停下！真的来了！金坛大人，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把他押上来。放开我！走，秦哥哥，放开我！老师，停止用刑。秦二爷，你来的正好。平平，你也来得好。你定是远途而来，累了，渴了。来，喝口酒啊！老师，学生不累也不渴。那就到老师身边来。你放开我！这边来歇息。老师，学生是来投案的。你没犯法，投什么案？我跟着宝琴一起来投案。本京堂执法，一秉大公，绝不会伤及无辜。撤下酒席，给林姑娘看座。老师，放开我妹妹！放开她！秦哥哥，放开她！来，老师，我要和秦哥哥在一起。哎，平平，这如何可能啊？赵宝琴是逃亡的罪囚，是你老师我奉旨擒拿的囚犯啊！哎，好好听老师的话啊，你就好生的坐在这里。秦哥哥，我老师无论如何叛逆，我始终跟着你。带赵宝琴，你就是那个真的赵宝琴。
是。既已逃出升天，为何又来投案自首呢？甄宝琴为我受苦受难，我于心不忍。哼，你可知道后果如何？知道。将甄宝琴给我释出囚笼，赶出大堂。是。出来。谢敬堂大人，多谢钱二爷救命之恩。对不住了，是我连累了你，让你受苦了。将侵犯赵宝琴囚入铁笼。老师，哎，等等，林姑娘有话要说。我秦哥哥乃主动前来投案，老师理应宽大处置。叶大人，侵犯赵宝琴逃亡之后，又来投案自首，我大清律例对此如何说法？既有自首情节，应减刑一等。侵犯赵宝琴乃是被劫狱出逃，是，那理当是个死罪。如今减刑一等，亦顶多是个缓刑啊，还是要押入囚笼，严加审讯。来呀，老师，将侵犯赵宝琴囚入铁笼。老师，老师，干什么？把我秦哥哥装入这铁蒺藜笼子里，他如何能受得了？还请老师网开一面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老是我奉旨南下，查抄赵家的金陵老宅，如今已是日久无功啊！我不审讯你秦哥哥，让他说出赵家的地契房契所在，这钦差如天，老师我又要如何向皇上交代嘛？老师要审讯我秦哥哥，你老师我也是没办法，我也是没办法呀！来人，将赵宝琴带上当堂。是。轻点，秦哥哥，老师，老师，你让他们住手！萍萍啊，老师我这还没用刑呢，我还没用刑呢。我的秦哥哥会被扎疼的，他已经扎疼了。老师，住手！萍萍啊，这样啊，你就劝劝他，让他把地契房契所在说出来，老师我就不折磨他。好，好，秦哥哥，秦哥哥，所谓家产家财，不过身外之物。我知道你是不稀罕的，我老师既是要知道，你就告诉他好了。我知晓，自然会讲给他听。可问的这些房契地契，都是太太管着，我哪里知道啊？老师，萍萍，老师我就没办法了。啊，这个罪囚拒不招供，老师我也只有用刑。来呀，用刑！不要，秦哥哥，秦哥哥，不要，秦哥哥，住手！住手！萍萍，萍萍，萍萍，哎呀，流血了！萍萍，哥哥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老师，老师，你都心疼死老师我了，心疼死我了！来，萍萍，到老师身边来啊！秦哥哥，你老师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来来，用刑！不要！是的，坐在这儿啊！秦哥哥，不要！听话啊！老师，我求求你，饶了我秦哥哥吧！我求求你，饶了他吧！饶了他吧！我求求你，饶了他吧！饶了他吧！你别这样哀求老师，老师我受不了啊！停！谢谢老师。来，坐在这儿啊，听老师的话啊。你知道，这都是暂时的。不过你秦哥哥的性命，还真就握在你这双纤纤玉手的手心里。老师，师生如父子，就算是做子女的，再哀求父亲母亲，您就饶了我秦哥哥吧。萍萍啊，你知道，老师我多么想有你这样一个美貌如花的女儿啊！但是在老师心里，
你不是女儿。那老师要什么？嫁给我。不！永兴！不要！哎，别！不要！秦哥哥！停！老师，您的意思，学生早就明白。可学生自从见到秦哥哥，把自己的心就和秦哥哥的心扭结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了。可你必须把你的心跟他的心分开来，不然他的人死了，他的心也就死了。你的心还是得放在老师我这里。老师，你不懂。若是我秦哥哥死了，我也就跟他一起死了。我和他不会有一个独自活在世上的。你就这么决绝吗？宝琴前来投案，我明知不会有好结果，可还是跟着他一起前来。你们想到的结果是什么？流放。我秦哥哥会跟赵家其他官人一样，被流徙到边陲。我会跟着他，天涯海角，不离不弃。你知道，老师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。我秦哥哥既是钦犯，最终决定他刑罚的是皇上。可老师我是钦差啊，南下查案，同样是皇上钦派。既是办案，就要用刑。一时不慎把人打死了，恐怕在所难免啊。老师，你为了自己的私利，竟要草菅人命吗？说对了，我的心肝儿，你要是不答应老师，老师我就要你眼睁睁瞅着你的秦哥哥被铁蒺藜刺穿他的皮和肉，最终把他的皮、他的肉一条条的撕扯下来。我最终要你亲眼看着你的秦哥哥一点儿一点儿的断了气。不要！用刑！不要！秦哥哥，不要！那你答应我，用刑，给我咬！咬死他！让我跟秦哥哥一起死吧！答应我！咬！咬死他！给我咬！不要！答应我！答应老师！你答应老师！秦哥哥！咬！给我咬死他！答应老师啊！答应老师！宝琴！咬！我答应！停！我答应！不！你不能答应他！你不能答应他！不能答应他！不能答应他！将醉囚给我压下去！天平啊，我答应。这就好了。老师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你的秦哥哥用刑了。可你让老师我等得太久了。只要你答应我，今晚你我便成亲。我答应。你答应老师了。距离天黑还有2、3个时辰了。叶大人啊，哎，大人，
我和萍萍今天晚上就要成亲。敬堂大人，这恐怕操之过急了吧？我当然急，我早就急不可耐了。我必须赶紧着，先把生米煮成熟饭。虽说有些仓促，可绝不能草率啊！往大里办，千万不要省钱。遵命，去办吧。哎，萍萍，起来。萍萍啊，辛苦你了啊！走，咱们现在就回房间歇息。今天晚上，我们2个就可以洞房了。撤！撤！夫人这回出来了，是长得特别漂亮。哎呀，咱们可是有眼福了啊！啊，行了行了。啊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啊！一定。萍萍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手这么凉。走吧。恭喜恭喜，大人！同喜同贺。我的心肝宝贝，肯定是累坏了。你我这就拜堂，这就拜堂。新郎新娘拜堂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啊！萍萍。为什么？夫人！啊！夫人！传郎中，快点传郎中！啊，是，哎，快去找郎中！是郎中呢？如何还不来啊？叶大人去叫了，再去叫。是。哎，没婚礼呢。平妮不是来参加婚礼的。是你。齐玉师傅，叶大人，难道我来晚了？啊，不，林姑娘出事了，师傅乃是丹药圣手，啊，请，快请！啊，齐玉师傅来了，齐玉师傅来了，大人，哎，妹妹，齐玉师傅，多谢你来，你快救救萍萍，救救我的萍萍啊！你的萍萍，都给我闪开！你站着地方，我没法救人。闪开，都闪开！是。去。
男人都出去。都出去，都出去！啊，是。多谢祁煜师傅，有劳了。祁姐姐，祁姐姐，祁姐姐，我不干净了。不是你不净，是这世道脏，误了你我。我先在你伤口处消毒，然后施药，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我不怕疼，我亲哥哥让他们打的，才真的疼。放心，我这次来就是要把你和宝琴救出去。丹药里有管睡觉的成分，你会睡一会儿，我过会儿再来跟你说话。祁姐姐，你别走，别走。多谢祁煜师傅救命之恩。萍萍她不要紧吧？萍萍要不要紧，都与惊堂大人没什么关系了。不知祁煜师傅何意？本惊堂与萍萍已然拜堂成亲。新娘血溅当堂，这不是新房，倒是土场。祁煜师傅，你救了萍萍的命，本惊堂会重重的谢你。我和萍萍的婚事，你就不必再多言了。然凭你此来，偏要谈的，就是萍萍之事。不过，不是你和她的婚事，倒是宝琴和萍萍的情事。祁煜师傅是出家人，张口闭口却是俗世情事，这岂不是多管闲事吗？别人的情事，贫尼不会管，但萍萍与宝琴的情事，贫尼却是管定了。为何？因为他们俩的事，就是贫尼的事。又是为何？说了，惊堂大人也不会懂。好，不知祁煜师傅如何管法？请惊堂大人放弃与萍萍成婚的念头，成全宝琴和萍萍的情事，放给他们一个海阔天空。就算本惊堂忍痛割爱，给萍萍以自由，那赵宝琴却是本惊堂奉旨捉拿的钦犯，如何放得？贪赃逆法、矫枉圣旨的事情，惊堂大人怕是做过不止一件。所以多做一件少做一件，对惊堂大人来说算不了什么。
好，你既知我根底，懂我心思，啊，那就更应该知道，本经堂绝不做赔本的买卖。大人明鉴，这桩买卖，大人很有赚头。这2只箱子里都是大人喜欢的名词，有的来自宋朝的柴窑、汝窑、官窑、歌窑、成窑，有的是元代青花五彩瓷，明朝永乐窑、宣德窑、成化瓷。为了显示贫尼的诚意，箱子里还放了2件稀罕玩意儿，一件是晋朝王凯先曾经把玩过，后来苏东坡又卷过字的葫芦引器。还有一件是暹罗犀牛角精雕出山水楼阁的钵杯。贫尼知道，大人收藏名瓷名器，乃个中高手，但贫尼敢说，我带的这些宝贝，大人见都没见过。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一些让人垂涎的好东西。可这些东西毕竟是死的，用来交换的东西却是活的，而且还是本经堂最心爱的女人。不换，我舍不得。其实对经堂大人来说，这些物件才是活的。大人所谓心爱的女人，却早已死了。你胡说！大人心知肚明，嫔嫔所爱是他的情哥哥，大人根本无法拆散他们，所以才在宝琴入狱之时，秘密派出杀手，必欲置之于死地。你胡说！幸亏当时大人未能得手，不然嫔嫔早已随他的情哥哥去了，岂能让大人有机会威逼成婚？可大人已经看到了，到头来嫔嫔宁可自杀，也不会容你玷污。大人得到的不是死人，又是什么？就是死人，我也要得到他。大人原是这般无品，嫔妮原以为大人虽说贪爱名瓷名器，毕竟还是个有品质的世家，不料听君一言，竟是个卑鄙无耻之徒。你放肆！但愿大人所说乃是一时的气话，终能回归理智，释放宝琴和嫔嫔，留下我馈赠给大人的这些宝贝，让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宝贝我会留下，嫔嫔我也绝不放手。祁煜师傅，你又能拿我如何？经堂大人会有多么厚颜无耻，嫔妮已然想到，所以早有提防。